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7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1篇，撒母耳记下卷第5章17到25节，约翰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相信。很久以前，曾经与兄姐分享过一位小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Evango。他的成名曲呢，是他舅舅 Matthew 所做的曲子，叫做 To Believe， 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歌词谈到在睡前他有一个小小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已经拥有所需要的了。而这小小的请求是为了那一些到现今还没有平安的地方可以度过的人们，特别他所提到的是在战争中的人们，小孩子。祷告让那些战争可以停止，让孩童们可以见到和平，并擦去他们悲伤的眼泪。这个动人的诗歌在为那些没有能力来为自己和平征战的人们这样的一个祷词。当我们在软弱的当中，我们所欠缺的通常就是信心。撒母耳记下卷第5章17节到25节，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大卫受膏抹成为全以色列的主王以后，他们在面对强敌非利士人的心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必须要有信心来依靠上帝，来面对他们所面对的强敌。圣经这样记载，非利士人听到大卫已经被立为以色列王，就整军出发寻索大卫。大卫知道了，就下到堡垒去。非利士人来到利凡因谷，占据了那地方。大卫就求问上主：我该上去与攻打非利士人吗？你会使我战胜吗？上主就回答：你上去，我一定使你战胜非利士人。于是大卫到巴力比拉辛去，在那里打败了非利士人。他说：上主冲散我的仇敌，如洪水冲破堤防。因此那地方就叫做巴力比拉辛。非利士人逃命的时候，把偶像丢在那里，大卫和他的部属就把他们带走。不久，非利士人又回到利凡因谷来，占据那地方。大卫再一次的求问上主，上主就说：不要从这里攻打他们，要绕到他们的后面，靠近山树林那边攻打。你一听到树梢有脚步的声音，立刻攻击，因为我已经走在你的前面去攻击非利士的军队了。于是大卫就照着上主的命令做了，他把非利士人击退，从加巴一直追赶到基色。大卫面对强敌是顺服着上帝的命令去行，然后才能胜过所面对的压力，才能得到和平。有人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这只有对一半而已。当我们面对没有理性的强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强而有力的武力和后盾，才能够胜过，才能够享有真正的和平，就如同大卫还有以色列人一样。
圣经约翰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9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兄弟们并不相信他，因此他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的应对方式就非常的不相同。圣经记载说，事后耶稣周游加利利省一带，不愿意在犹太地区来往，因为犹太人的领袖想害他。犹太人的住棚节快到了，所以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此地到犹太去吧，好让你的门徒能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出名，就不能在暗地里做事。你既然能行这些事，就该在世人面前表现出来。原来连他的兄弟也还没有信他。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你们却随时都方便。世人不会恨你们，却憎恨我，因为我不断地指证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你们自己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因为我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耶稣说了这些话后，仍然留在加利利，如同歌词所说的，让我们试着总是相信，并且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相信，去顺服，去实践，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基督信仰的宗旨，不是吗？诗篇21篇，歌颂胜利。上主啊，君王因你所赐的力量欢喜，他因你所赐的胜利快乐。你成全了他的心愿，你答应了他的祈求，你赐给他无穷的幸福，把金荣冠加在他的头上。他向你求寿，你就赐给他，使他长寿无疆。他因你的帮助得了大荣耀，你赐给他光荣尊严，你给他的鸿福永无穷尽。你的同在使他充满喜乐，君王信靠上主，因至高者的慈爱，他的王权永固。君王要搜捕他一切的仇敌，他要俘虏所有憎恨他的人。他出现的时候，要像一阵热火烧毁他们。上主在震怒中吞灭他们，怒火要烧尽他们。君王要灭绝他们的子孙，他要杀戮他们的后裔。他们阴谋危害他，却不能成功。他要拉弓茅塞，使他们掉头逃跑。上主啊，愿你显出你的力量，我们要赞美歌颂你的大能。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有信心的人，愿意全然的相信，全然的顺服在你的能力及恩典之下，让我们成为一位愿意尽心尽力尽意爱上帝，又有实践能力尊重人爱人如己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